至於肉碼，我係相當唔滿意㗎，睇落豐富，食起身咧卻有啲敷衍啦。呢餐2個人合共消費100蚊。大家好，我係有嗰句講嗰句嘅斜槓壯年 Theo， 又係日常喺 Chewy 飲到天光啊，乾脆咧就再堅持一下，試一試呢間大佬想食好耐嘅阿肯沙茶麵。有意思嘅係呢間店咧唔單止每週一例休啊，而且其他日子啊都係間歇性營業。翻風落雨唔開，天氣太熱咧都唔開，有事啊更加唔開，需要咧每日早上9點掃碼落單先知道自己食唔食得到啊！畢竟咧售完即止。其實店內在售嘅嘢咧並唔多，既然要試，咁咧就試一試店內單價最高嘅阿肯大胃王。9點11分落單成功嘅我，竟然已經係第8位落單嘅人啦。睇嚟咧，的確係有唔少人卡住時間9點鐘嚟落單㗎。實際開門營業咧係11點半啦，門店唔大，鋪內咧都係廚房區域，門前咧有幾張散台㗎。煮粉麵聽爵士樂，相當有個性啊！阿肯大胃王對比起隔離台嘅用一次性餐具盛放嘅是日大滿貫，我哋呢個睇落的確咧更為豐富。店家話咧呢個係大滿貫嘅升級加碼版，大約咧1.8倍，只能堂食不設打包。表面橙紅色嘅蝦油咧睇落咧就好有食欲啦。食麵先飲湯，湯底嘅沙茶味唔錯㗎，甜度唔會過高，花生醬味咧比較清晰，醬感偏重。期待中嘅海鮮味咧並唔勁，好在蝦油咧足夠香，我會期待佢可以再鹹啲啊！湯汁咧都可以好好咁依附喺鹼麵之上，而且鹼麵啊對湯底都有一定嘅加分㗎，令湯底咧變得更結一啲，可以產生濃稠嘅表象。肉碼嘅話咧，今日呢份咧係油炸鬼、鵪鶉蛋、蠔仔、白蝦、魷魚、瘦肉、魚蛋、肉卷同埋沙甲啊！要我講嘅話咧，除咗蠔仔同埋魷魚，其他肉碼咧都好跌鑊㗎，主要係咧選品同品質都有啲低。油炸鬼咧已經冇脆感㗎啦，鵪鶉蛋咧不過不失啦，蠔仔個頭唔錯㗎，就係咧冇乜蠔味、金屬味同礦物味都基本食唔出嚟，估計咧係湛江蠔或者咧係雨山蠔。白蝦個頭咧比較細㗎，而且鮮度一般般，肉同殼咧係有啲分離㗎。魷魚嘅脆感唔錯，甜度係有嘅，但唔多。瘦肉咧係接近零處理嘅，食起身咧非常乾柴，冇任何底味。但凡輕度醃製啊，口感同味道都會好好多。魚蛋同埋肉卷嘅選品係我認為呢一堆肉碼之中最差噶啦，口感削劈劈啦，肉嘅含量偏低，可以食得出咧明顯嘅粉感。沙甲個頭咧都非常細嘅，然而佢卻係呢堆食材入邊嘅鮮味擔當。不過咧就係食嗰陣咧要小心啲啊，因為咧吐沙嘅狀況咧唔太理想。沙甲嘅學名咧叫菲律賓廉甲，都有人咧叫佢做蜆㗎，有住明顯嘅坑紋，手感粗糙，花紋變異多樣，價格低廉啊。一般嚟講，肉質咧比油甲更加韌一啲，鮮味咧都弱唔少㗎。呢餐2個人合共消費100蚊。有講一句，呢間咧喺網絡上被大家盛讚嘅沙茶麵喺湯底嘅方面咧並唔算令我失望嘅，蝦油同沙茶味都幾唔錯，但味道咧就冇大家講嘅咁濃厚啦，或者咧有唔少食客都將湯底嘅結感歸結為濃厚，但其實咧嗰啲只係鹼麵釋出鹼之後導致嘅結啊。至於肉碼，我係相當唔滿意㗎，睇落豐富，食起身咧卻有啲敷衍啦。食完嗰陣咧12點21分，鋪頭咧已經逼滿咗等候嘅食客，偷聽咗下，唔少咧都係衝住呢個相當有個性嘅營業時間同埋落單規矩嚟㗎。呢個現象應該用咩詞語嚟形容好呢？自費自願嘅 Theo 飯局即日起咧不定期盛行，歡迎新老朋友入群，踴躍參與啊！繼續同我一齊飲飲食食，人生積極，好嗎？